今日我想同大家講一個好刺激，但係又好沉重嘅話題。大家有冇試過大海啊？即係去澳門，特別係當你坐住噴射飛航，或者經港珠澳大橋，慢慢見到嗰個金碧輝煌、五光十色嘅不夜城嘅時候，你心裏面諗緊啲咩呢？係咪諗住今次帶住幾千蚊本金，搏一搏單車變摩托，甚至係變架法拉利返嚟呢？每一年有成千上萬嘅遊客抱住發達夢湧入呢個東方蒙地卡羅，但係最後絕大部分人都係輸到甩褲，甚至係債台高築咁走人。你可能會問，點解呢？係咪真係純粹運氣唔好，定係由你踏入澳門嗰一刻開始，你就已經跌入咗一個精心設計嘅局裏面？今日我就要同大家深度破解澳門賭場到底係點樣用最邪門嘅風水陣，加上最冷血嘅魔鬼經濟學，一步一步吸乾你荷包入面嘅每一分錢。特別係嗰個外形最搶眼、最霸氣嘅新葡京，傳聞中嘅龍牙吸水局，到底有幾猛料？而所謂10賭9輸背後，又係運用咗啲咩數學原理，令你永無翻身之日？坐穩啦，我哋即刻開始。首先，我哋將時間撥返去2007年或者2008年左右，嗰陣時澳門嘅賭權剛剛開放冇幾耐，各大外資賭場好似威尼斯人、金沙咁樣強勢進駐。作為本地龍頭嘅賭王何鴻燊家族，當然唔可以坐以待斃啦。於是新葡京就喺2008年正式落成。佢嘅出現唔單止係一座新地標咁簡單，喺風水界來講，佢簡直就係一個超級大殺器。大家如果去過新葡京，或者就算係睇相，都會發現佢個外形真係好特別，好似一朵蓮花，又好似一把倒插嘅劍，甚至有人話似一個火炬。其實喺風水學上面，呢個造型大有乾坤。首先講下佢個地理位置，新葡京面對住加勒比總督大橋，呢條橋係連接澳門半島同氹仔嘅主要通道，每日有無數嘅車流同人流經過。喺風水學來講，路通財通，水就係財，車流人流就係水。新葡京個位置正正就係要將呢啲財氣全部吸乾吸淨。大家試下仔細留意新葡京個底部，佢個造型好似一個巨型嘅鵝蛋，又或者叫做萬箭穿心嘅網狀結構。但係如果你由側面睇，佢其實似一個張開咗血盆大口嘅巨獸，準備吞噬所有經過嘅獵物。特別係正門嗰度，設計得非常之講究。好多風水師傅都分析過，新葡京嘅外牆裝修成把利劍咁樣，每一塊玻璃都好似刀片咁鋒利，呢個叫做利氣煞。當你行埋去嘅時候，無形中已經俾呢股煞氣壓住咗。而最經典嘅，一定要掃佢個龍牙吸水局。大家有冇留意到新葡京門口個設計有一排排尖銳嘅裝飾，好似怪獸嘅牙齒咁樣，直插向前面嘅海面同大橋。呢個就係傳說中嘅龍牙，佢嘅作用係要將海裏面嘅財水源源不絕咁吸入賭場裏面。而對於賭客來講，你行入去就好似一隻自投羅網嘅小白兔，行入咗巨龍嘅口裏面。試問又點會有好下場呢？除咗外形，我哋行入去大堂睇下。如果你有留意，新葡京大堂入面有好多裝飾都係極度講究，例如佢個天花板掛滿咗好似蝙蝠或者係蜘蛛網咁樣嘅水晶燈。喺中國傳統文化裏面，蝙蝠雖然有福字嘅諧音，但係喺呢度，佢更多係象徵住吸血。而蜘蛛網就更加明顯啦，叫做天羅地網。當你一踏入旋轉門，就好似一隻蒼蠅飛入咗蜘蛛網一樣，無論你點樣掙扎，最後都係難逃一死，被蜘蛛慢慢咁吸乾你嘅精血。仲有啊，如果你細心啲睇，賭場入面嘅地氈圖案，好多時都係一啲好似漁網或者係漩渦咁樣嘅設計，寓意叫你深陷其中，不能自拔。有些賭場甚至會喺地板下面埋啲古靈精怪嘅嘢，例如傳聞中嘅五鬼運財符。雖然我哋睇唔到，但係嗰種壓迫感同迷幻感係會直接影響你嘅潛意識。講完風水，可能你會話，切，依家都係21世紀啦，
仲講呢啲迷信嘢。我信科學㗎嘛。好，既然你信科學，咁我就同你講科學。其實所謂嘅風水，好多時候係同環境心理學有好大嘅重疊。賭場嘅設計，除咗係為咗擋殺招財，更多係為咗控制你嘅心理狀態。大家有冇發現，全世界嘅賭場，無論係拉斯維加斯定係澳門，都有三個共同點：第一，無槍；第二，無時鐘；第三，永遠都係恆溫同埋充滿住令人亢奮嘅氧氣或者香薰。呢個就係著名嘅去時間化設計。當你入到去，你根本分唔清依家係日頭定係夜晚，係朝早8點定係凌晨3點。你看唔到出面嘅陽光，感受唔到時間嘅流逝。賭場會特登將燈光調校到一種好似黃昏或者係清晨咁樣暖昧嘅色調，令你覺得時間過得好慢，或者覺得仲早啫，玩多2手啦。加上佢哋會通過空調系統釋放一啲含有高濃度氧氣，甚至係混入咗特定香精嘅空氣，令你保持精神亢奮。就算你已經賭咗10幾個鐘頭，你都唔會覺得攰，反而會覺得好嗨，好想繼續搏殺落去。而且賭場嘅動線設計都係一個大迷宮。你試下回憶一次，你要係賭場入面揾個廁所或者揾個出口，係咪特別難？但係如果你想揾張賭台或者揾部角子老虎機，就易過借火。佢哋特登將啲路整得彎彎曲曲，將最吸引人嘅老虎機擺喺最顯眼嘅位置，發出叮叮當當嘅聲，閃住5顏6色嘅光。呢啲聲光效果其實係經過心理學家精心調教嘅。每一部老虎機中獎嘅聲音都係用試大調或者係令人愉悅嘅音階，目的就係要刺激你大腦分泌多巴胺。就算你只係贏咗5蚊雞，部機都會發出贏咗500萬咁樣嘅巨響，令你覺得自己好運到啦，令你產生一種贏錢好容易嘅錯覺。講到錯覺，就要講下一個好重要嘅心理陷阱，叫做差少少就贏效應，英文叫做 near miss。大家玩老虎機或者買6合彩嘅時候，有冇試過咁樣嘅情況？3個圖案就中大獎，你轉出咗2個7，第3個7剛剛好滑過去，停咗係下一格。嗰一刻你會有咩反應？絕大部分人都會拍大髀，大叫一聲：哎呀，差少少咋，下鋪一定中。你以為你差少少就贏，但係喺數學邏輯來講，差少少即係輸，同你完全唔中係無分別嘅。但係賭場就係利用呢種設計，令你覺得勝利觸手可及，從而激發你追嘅心態。你會覺得個天都想你贏，只係運氣差咗半秒鐘，於是你就不斷入錢，不斷冚掣，結果就係不斷咁輸。好啦，講完風水同心理陷阱，跟住落嚟呢部分先係最致命、最冷血，亦都係賭場真正嘅殺手魔鬼經濟學。如果話風水係迷魂湯，咁數學就係把真正嘅屠刀。好多人以為賭博係講運氣，50-50，你贏莊家一次，莊家贏你一次。錯，大錯特錯。喺賭場嘅設計裏面，根本就無公平呢2隻字。每一個遊戲，無論係百家樂、大細、輪盤，定係21點，莊家都設定咗一個嘢，叫做賭場優勢，英文叫做 house edge。什麼叫做賭場優勢呢？簡單來講，就係喺遊戲規則上面，莊家已經先天性咁贏你一截。舉個最簡單嘅例子，輪盤，歐式輪盤有37個格，由0號到36號。如果你買單個數字，賠率係1賠35，表面上睇好似好公平，但係你唔好唔記得，輪盤上面有個0號。如果你買紅黑或者買單雙，個波跌落0號嗰度，即係通殺。除咗特定玩法，就係因為多咗呢個0，莊家嘅優勢就大約係2.7%。如果你去玩美式輪盤，佢仲多一個雙0，莊家優勢就會去到5.26%。你可能話，車百分之幾啫，好少啫，我運氣好一把就贏返嚟啦。係，短期之內你可能有運氣，你可以贏1把，甚至贏10把。
但係只要你長賭落去，根據大數法則，你嘅勝率最終會回歸到數學嘅期望值，即係話你每賭100蚊，你注定要輸返2蚊7毫或者5蚊3毫俾賭場。呢個係鐵律，係數學公理，係無人可以改變嘅。賭場唔怕你贏錢，最怕你唔來。只要你肯坐低，肯長賭，時間就係莊家最好嘅朋友，亦都係你最大嘅敵人。跟住落嚟，我要講一個更恐怖嘅經濟學概念，叫做賭徒破產理論 （Gambler's Ruin）。呢個理論解釋咗點解就算係一個公平嘅遊戲，假設50-50，最後輸光嘅通常都係賭客，而唔係莊家。點解呢？因為雙方嘅資本係唔對等嘅。你嘅本金係有限嘅，可能係1萬、10萬，甚至100萬，對你來講係好多錢，但係對於賭場來講，佢嘅資金可以視為係無限嘅。假設你同賭場對賭，每局輸贏都係1蚊，你有10蚊本金，賭場有無數本金，你要贏光賭場所有錢，你需要連贏無限次，呢個概率係0。但係賭場要贏光你嗰10蚊，只需要你喺波動之中有一段時間運氣特別差，連輸10次或者輸多贏少，只要你個本金歸0，你就被踢出局，無得再翻身。大家試下想象一條曲線，呢條線係你嘅財富波動。喺賭博嘅過程入面，你嘅錢會好似過山車咁樣，有時上，有時落。但係因為有賭場優勢嘅存在，呢條曲線嘅大趨勢係向下嘅。而最慘嘅係，你有一條死亡線，就係0。一旦你條曲線掂到0，遊戲就結束。但係賭場條死亡線係深不見底嘅，佢可以承受無數次嘅波動。所以從概率論嘅角度來講，只要你一直賭落去，你破產嘅概率係100%。呢個唔係嚇你，呢個係數學。講到呢度，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好真實嘅故事，或者可以話係一個典型嘅悲劇。我以前認識一個朋友，叫佢做主播啦。主播佢本身係一個好勤力嘅生意人，做運輸嘅，90年代靠自己雙手打拼，儲咗幾百萬身家，有樓有車，家庭幸福。2010年左右，佢聽啲朋友講話澳門好玩，招待好，又有免費酒店住，於是就抱住玩下嘅心態去咗一次。第一次去，佢真係運氣好到不得了，玩百家樂，簡直係買乜中乜，長莊長閒，2日之內贏咗成50萬。嗰陣時佢覺得自己係賭神上身，覺得賺錢太容易啦，辛苦做生意搬貨搬到腰酸背痛先賺得嗰少少，依家坐喺度嘆住冷氣，飲住免費紅酒，冚兩下掣就幾十萬上落。這種快感係會上癮嘅。從此之後，主播就變咗常客，起初係1個月去一次，後來係每個禮拜去，最後甚至係日日都想去。賭場嘅公關當然識做啦，見你係大客，即刻送直升機飛，送總統套房，送爆心刺肚。主播覺得自己好有面子，係大人物。慢慢咁，佢開始輸錢，起初輸幾萬，佢覺得係運氣唔好，下次追返，後來輸幾十萬，佢開始急，開始加大注碼，想一把追返晒之前輸嘅錢。呢個就係賭徒最致命嘅心態追數。當你心裏面想着追數嘅時候，你已經輸咗一半，因為你嘅情緒已經失控，你嘅理智已經被貪婪同恐懼蒙蔽咗。主播最後點呢？佢係短短2年之內輸光咗幾百萬現金，跟住將層樓加按，再輸，最後連架搵食車都賣埋。最絕望嘅一晚，佢係新葡京門口，望住嗰個閃閃發光嘅霓虹燈，望住嗰個好似利劍咁插喺心口嘅大樓，佢終於明白，嗰啲燈光唔係為佢而着，係用佢哋呢啲賭徒嘅血汗錢燒出嚟嘅。佢同我講，佢行出賭場嗰一刻，覺得自己好似個遊魂野鬼咁，明明個世界好熱鬧，但係佢覺得好凍，心裏面空寥寥。呢個就係賭博嘅代價，佢吸走嘅唔單止係你嘅錢，仲有你嘅靈魂、你嘅價值觀、
你對生活嘅熱情。講返轉頭，除咗百家樂、輪盤呢啲，仲有一種更隱蔽嘅吸血工具，就係賭場裏面嘅積分卡或者叫做會員卡。你會話辦會員卡好啊，有分儲，可以換房換船飛，甚至換現金券。朋友，你真係太天真啦！賭場點解要咁大方送嘢俾你？其實呢個係大數據殺熟嘅一種。當你用會員卡插落部老虎機，或者係賭台上面俾經理記錄嘅時候，你嘅所有賭博行為、你嘅下注習慣、你嘅平均注碼、你輸錢之後嘅反應，全部都變成數據，輸入去賭場嘅超級電腦裏面。賭場比你更了解你自己，佢哋知道你輸到咩程度會收手，贏到咩程度會加注。如果你有一段時間無去，佢哋就會寄啲優惠券俾你，引誘你返去。佢哋送俾你嗰間房、嗰餐飯，成本可能只係幾百蚊，但係佢哋預期由你身上賺返嚟嘅係幾萬甚至幾十萬。呢啲所謂嘅優惠，其實就係魚鈎上面條蟲，目的係要釣你呢條大魚。而且大家有冇聽過搭馬仔或者洗馬？呢個更加係將魔鬼經濟學發揮到極致。佢哋會借錢俾你賭，話係泥馬，只可以賭唔可以換現金。你贏咗之後賠嘅先係現金。聽落去好似借雞生蛋，但係其實係逼你一定要賭，一定要流水。而且佢哋抽嘅佣金，加上如果你輸咗錢要還嘅高利貸利息，係非常之恐怖嘅。好多人就因為借咗呢啲錢，最後搞到家破人亡，要避走他鄉，甚至係走上絕路。我哋再深入啲講下，點解人會咁容易沉迷賭博？除咗剛才講嘅多巴胺，其實仲有一種心理機制叫做沈沒成本謬誤 （sunk cost fallacy）。當你輸咗1萬蚊嘅時候，你至話你知應該止蝕離場，但係你個腦會同你講，我都已經輸咗1萬蚊啦。如果依家走，這1萬蚊就真係冇咗啦。如果我再賭多5000，可能可以連本帶利贏返嚟。你就係唔甘心之前付出嘅成本付諸流水，結果就越踩越深。賭場就係捉住人呢種唔甘心、唔認輸嘅弱點。佢哋唔怕你贏錢帶走，因為佢哋知道，只要你有賭癮，你贏返嚟嘅錢只係暫時寄存喺你個銀包度，遲早有一日，你會連本帶利雙手奉還。甚至乎，賭場嘅籌碼設計都係有心機嘅。大家有冇發現，當你將一沓1000元大鈔換成幾個交做嘅籌碼嘅時候，你對錢嘅感覺會變鈍。拎住1萬蚊現金去買嘢，你會覺得心痛，但係拎住一個寫住1萬嘅膠牌推出去，你會覺得好豪氣、好爽。這就是金錢符號化。賭場將真金白銀變成玩具一樣嘅籌碼，就係要減低你花錢嘅罪惡感同痛感，令你係下注嘅時候更加衝動、更加大方。講咗咁多，由新葡京嘅風水利劍，講到內部嘅迷宮佈局，再到賭場優勢同賭徒破產理論，相信大家應該都睇得好清楚。所謂嘅賭博，其實係一場精心策劃嘅騙局，一場你注定要輸嘅遊戲。喺澳門，真正賺錢嘅只有2種人，一種係開賭場嘅莊家，另一種係唔賭嘅遊客。或許你會問，咁係咪完全唔去得澳門啊？當然唔係，澳門有好多好靚嘅歷史建築，有大三巴，有地道嘅葡國菜，有好好食嘅豬扒包同葡撻。你可以去欣賞佢嘅奢華，去睇佢嘅表演，甚至你可以用幾百蚊當係買張入場券，去感受下賭場嘅氣氛，玩2手大細，輸咗就算，當係娛樂費。但係千萬唔好抱住贏錢、發達、翻身嘅心態入去。記住我一句說話，久賭必輸。唔好以為自己係天選之子，唔好以為自己可以破解百家樂嘅路子。嗰啲所謂嘅路，全部都係隨機嘅，係你大腦自己強行加上去嘅規律。喺數學面前，眾生平等；喺賭場優勢面前，你只係一顆待割嘅韭菜。如果你身邊有朋友沉迷賭博，記住將呢條片 share 牙俾佢睇，可能你一個細小嘅動作可以救返佢一命，
甚至救返佢成個家庭。錢無咗可以再賺，但係如果人生陷入咗賭博嘅泥沼，想爬返上嚟就真係難過登天。希望大家去澳門係帶住歡笑去，帶住回憶返嚟，而唔係帶住慾望去，帶住債務返嚟。好啦，今日嘅影片就差唔多啦。如果你鍾意我嘅內容，記得冚個訂閱，俾個 like， 同埋留言話我知，你對澳門賭場有啲咩經歷或者睇法？有冇試過贏大錢或者輸大錢嘅故事？我哋評論區見。下期影片，我哋會講下另一個更加黑暗嘅都市傳說，想知係咩？記得留意收睇啦，拜拜。